肯定又想出去喝酒了。方便面，我去买。站住！我带你去倒，自己走。那我去煮饭。蓝牙已连接。放好了。你快快带着我去出走。为了出来手机好摔的啊！没有私房钱买现金。哎，换新手机不贵，你可以去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 上看看你的手机值多少钱。像我这个苹果还能卖2000多呢，算下再加个1000多就能买个华为P40了，特别划算。老师你有办法。